Welcome and welcome back 自派搭頻道。今日嘅主題係 love。OK，今日嘅總能量，我會感覺到對於 collective 而家嘅你，你會明白最能夠照耀到你自己嘅，永遠都會係你自己，而你永遠都係自己嘅太陽咯。唔好因為其他嘅人去暗淡你自己嘅人生，而你係真係需要相信係最能夠照耀到你自己人生嘅係你自己。因為我會感覺到今日嘅牌陣嘅能量係對於某一部分嘅 collective， 可能你現階段處於一個三角關係嘅感情入邊啦，而其實喺你嘅內心入邊，你會知道係你需要斬斷呢段關係，你亦都知道係斬斷呢段關係對於你嚟講一定會係最明智嘅選擇，而同時間你亦都明白到就係、當你能夠鼓起勇氣去斬斷呢段關係嘅時候，係會令到你更加有希望去面對一段感情。因為我會感覺到可能現階段對於 collective 你處於呢段關係入邊，對方係大過俾你一啲傷痛啦，一啲難受嘅感覺同埋情緒，所以其實喺 collective 嘅內心入邊，我會感覺到就係點解你係有，我會感覺到你係有嗰個勇氣，亦都係你明知係你要做呢個決定去斬斷呢段關係，因為你想係當你去面對將來嘅一段新嘅感情、新嘅戀情嘅時候，係你會更加有希望咯。我會感覺到係，所以現階段對於 collective 你最需要做嘅就係當然我會感覺到可能對方會挽留你啦，呢段三角關係裏邊嘅對方，所以就係當對方挽留你嘅時候，你要保持自己內在情緒嘅平穩，因為可能係當你回顧翻同對方過往嘅一啲經歷嘅時候，可能會令到你情緒化。所以 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現階段你最需要做嘅就係你要保持自己內在嘅情緒平穩，去面對當你同對方嘅一個嘅溝通，點樣去分手或者斬斷呢段關係嘅過程裏邊，係你要學識點樣去平靜、平穩、冷靜去面對任何嘅事情啦。同時間就係喺你呢個過程入邊嘅時候，你要學懂點樣去需要療癒自己，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可能喺呢段關係入邊，對方曾經帶到俾你一定程度嘅傷害，所以可能就係點解你需要以一個平靜嘅情緒冷靜去面對你哋兩個之間嘅問題呢？就係因為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最需要做嘅就係喺呢段曾經令你受傷嘅關係裏邊，你要學懂療癒。而當你學懂療癒，你能夠走出嚟嘅時候，係會更加你知道你嘅人生應該點樣過，又或者叫做你知道你應該點樣去面對下一段關係。因為喺你嘅最需要做嘅牌裏邊有一張係The Star。好多時候我會形容係呢張牌係北極星嘅存在，就係北極星係永遠會指引到一條最明亮嘅路俾你返到屋企。所以 collective 你現階段你最需要做嘅就係好好去療癒自己，好好去平衡自己內在嘅能量咯。因為我會感覺到 Divine 俾你嘅 suggestion 就係你要鼓起勇氣去面對任何嘅流言蜚語。如果呢段關係係帶到俾你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只要你願意站起來去面對任何你需要面對嘅問題，關於呢段感情，其實帶到俾你嘅係一定會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最好嘅課題，亦都係最好學習點樣去面對下一段嘅關係。因為我會感覺到 Divine 係想 collective 你知道就係只要你願意為自己站起嚟嘅時候，係你一定會揾到一段最能夠 fulfill 到你自己嘅感情。OK， 跟住我會為每隻牌再抽3張嘅牌，去睇下會唔會再有一啲深入嘅解釋嘅。OK，當然我會感覺到其實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都明白係你需要做呢個決定啦，但係始終可能係你同對方已經
喺埋一齊一段時間嘅時候，其實對於你嚟講，可能亦都唔係咁容易去能夠走出嚟嘅喺呢段關係裏邊。但我其中睇到係，其實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係，呢一刻嘅你係有勇氣係願意斬斷呢段關係咯。因為可能其實喺你個內心入邊，你都會感覺到其實呢段關係並唔能夠去滿足到，或者未必叫滿足到嘅。你係喺呢段關係裏邊，你已經感覺唔到被愛啦、被寵愛啦、被重視嘅能量喺度，所以就係對於你嚟講係當你認清咗呢個事實嘅時候，其實係會反而因為過往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有一段時間就係當你面對呢段感情嘅時候，或者當呢段三角關係出現嘅時候，你都曾經係可能會變得比較情緒化啦，比較敏感啦，又或者叫做係當你面對呢段感情嘅時候，其實你係曾經有失控過嘅一個情況出現，但係到而家嘅你，當你認清咗呢個事實嘅時候，其實係反而係會令到你嘅情緒會起碼我會感覺到係，當你嘅情緒能夠平復落嚟，真去冷靜去面對你呢段三角關係嘅時候，其實你會明白就係呢段感情並唔係你需要嘅咯，所以。點解你能夠鼓起勇氣去斬斷呢段關係？我亦都係覺得，因為就係最重要係你感覺唔到被愛嗰個感覺，你感覺到不被重視嗰個感覺。因為如果對方係仍然重視你，仍然係俾你感覺到有愛嘅能量喺度嘅時候，我會感覺到對於 collective 你亦都未必能夠真正鼓起勇氣去斬斷呢段關係。不過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collective 對於你嚟講。同時間我會感覺到就係，當你認清咗呢個事實之後，其實係會令到你更加冷靜去面對呢段關係。而其實喺你個內心入邊，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係我仍然覺得係你未必對愛情失去希望，可能。even 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仍然對呢段感情抱有希望，OK？但係我會感覺到，其實對於 collective 你而家嘅你會明白就係，其實你係想揾一個值得企喺你身邊嘅人，係一個有資格企喺你身邊嘅人，而唔係一個可能滿口謊言去挽留你嘅人。因為可能就係喺呢段經歷裏邊帶到俾 collective 你嘅，就係其實係會令你更加可能你了解你自己，你究竟你需要一段乜嘢嘅感情，你需要一個乜嘢嘅人企喺你身邊。當你認清咗原來對方已經唔再值得你留戀嘅時候，其實係會令你更加鼓起勇氣去斬斷呢段關係。而當然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對於你嚟講係你知道你一定要做呢個決定，因為你會覺得你唔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對於最傷害嘅永遠係你自己，而你亦都知道係你需要親手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因為可能我會感覺到可能係對方唔願意放你走，即係可能佢仍然用好多甜言蜜語，係希望 collective 你仍然能夠留喺佢身邊。但係你知道就係你需要狠下心腸去做呢個決定，你需要好好保護自己嘅能量，保護自己嘅情緒，冷靜去面對你哋之間嘅呢段關係。同時間我亦都會感覺到係你需要諗一個方法，就係唔好令你自己再受傷害 collective。所以暫時我會睇到就係 collective 其實你都係能夠做到呢個決定嘅，當然係未必係完全能夠做到一刀斬斷啦，因為可能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係你哋雙方係
一齊已經可能一段時間，而當初 collective 你發現係喺一段三角關係嘅時候，你仍然點解抱住希望，就係你覺得對方會選擇你，但久而久之之下，你會覺得就係喺呢段關係裏邊，你已經感覺到再唔感覺到被愛、被寵愛嗰個感覺。所以就係點解你能夠鼓起勇氣去斬斷呢段關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最大嘅原因。所以collective 你現階段最需要做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冷靜、冷靜、冷靜，保持自己內在嘅情緒嘅平穩，唔好因為對方嘅一言一行會令到你去左右咗你自己嘅決定啦。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都知道自己可能係一個心軟嚟啊。當然我會感覺到其實現階段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係當你願意放下呢段感情嘅時候，其實係會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最好嘅指引，而你亦都係需要去點樣形容呢？去滿足自己嘅人生，因為現階段我會睇到呢段感情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並唔能夠去滿足你嘅內在先啊，起碼係愛嘅能量未必有嘅，但係唔足以令到 collective 你仍然留喺呢段感情裏邊咯。所以就係當你知道你係需要做呢個決定，去揾翻自己嘅方向嘅時候，縱然可能係並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OK， 因為真係要你放下一段可能好幾年嘅感情，未必係一件容易簡單嘅事情。但係當你能夠向住自己嘅目標方向而行，當你願意為自己真係真真正正為自己而活，為自己嘅人生向前行嘅時候，你係會唔想令自己覺得唔值得咯。因為可能喺呢段三個關係裏邊，其實係會令到 collective 你係會質疑自己係咪你唔夠好啦，等等呢一啲咁嘅情緒反應出現。所以就係 collective，我會感覺到現階段當你係願意放下呢段感情關係之後，你願意向住自己嘅人生方向而行嘅時候，你最需要係一定要設定自己一個界線喺度，唔好因為對方講兩句氹返你，你會覺得呢段關係仍然值得你留喺度。而同時間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係療愈現在對於你嚟講係最重要嘅，係啊，因為正如我一開始嘅時候所講，今日嘅總能量就係永遠最能照耀你自己嘅人生係你自己。OK， 可能當然可能喺你呢個過程裏邊，你可能會有好多機遇啊，喺你嘅人生入邊啊，好多機遇啊，好多事情係能夠令你發光發熱。但係最能夠令你自己發光發熱嘅，永遠都係你自己。因為如果有啲機會擺喺你面前，你唔懂得把握嘅時候，係你會錯失咗一個令你自己發光發熱嘅機會。所以就係 collective，當你學懂點樣去，你現階段你最需要做嘅就係學懂點樣去療愈自己，走出過往嘅傷痛圈。而你要明白就係如果你想你嘅人生有新開始，或者叫做你想有一段新嘅戀情嘅時候，你一定要放下過往嘅傷痛，去斬斷呢一段關係。我會感覺到係collective，唔好騎牛揾馬，唔好揾水泡，因為呢個並唔能夠療愈到你內在嘅創傷。喺呢段關係，你過往可能你感受過、承受過嘅 collective。如果你真係想揾一個值得令你覺得真係真正被愛、被重視，你係覺得呢段關係係值得你留喺度嘅時候 ，collective，你現階段唔好揾水泡，反而好好享受一下自己一個人嘅時光，好好去療愈自己先，唔好因為覺得你身邊缺乏一個人去陪伴你，而你係覺得咁樣係能夠療愈到你咯 collective。
因為正如頭先我所講，Divine 係希望你能夠為自己站起來。所以就係點解Collective 嘅現階段需要做嘅並唔係揾一個水泡，並唔係急於去揾下一段新嘅戀情，而係你真係需要好好去療癒自己，好好認清楚係對於你嚟講係一段咩叫值得嘅關係啊。OK，Collective 排底 Lovers，OK。所以Collective 今日 Divine 俾你嘅 suggestion 就係為自己活一次，為自己站起來。唔好揾一個水泡，你會覺得你係可以從呢段關係裏邊走出嚟。因為好多時候你療癒嘅唔係靠你身邊嘅人去幫你療癒，係你呢度你願意去療癒，不論係因為你遇到乜嘢嘅困難都好。只要你願意係為自己站起嚟嘅時候，其實係會令到你更加知道你係需要一段乜嘢嘅感情。究竟你係需要一段唔平衡嘅關係啊，一段並唔能夠真正俾到愛嘅感覺你嘅關係啊，因為可能你純粹只係想你身邊有個人陪住你，但可能 even 當你去深入同自己去溝通嘅時候，你都未必真正係愛呢個人，包括呢段三個關係 Collective。所以Divine 係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就係為自己站起來，好好去療癒自己，因為就係當你願意去面對你嘅自己嘅創傷，因為可能就係點解 Collective 你會覺得你內在嘅貧乏能夠喺對方身上面得到，所以可能就係你一路可能你唔願意放棄呢段關係，而當你知道你要放棄呢段關係，你寧願揾一個水泡去陪伴你嘅時候，就可能係對於 Collective 你係缺乏安全感，而你會覺得呢一個缺乏安全感嘅嘢能夠喺對方身上面揾得到。但係 Divine 係話俾你聽，你要療癒嘅係你要靠自己，你唔係靠你身邊嘅任何一段關係，包括你嘅父母，包括你嘅兄弟姊妹、情人、親朋戚友，任何嘅關係都唔能夠幫你療癒。你只係可能嗰一刻能夠去減輕你嘅內耗嘅情緒，但可能就係當你夜晚你瞓到落床嗰刻嘅時候，你仍然係處於一個內耗嘅狀況之下。所以 Divine 係希望你真正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如果你想啲事情去改變嘅時候，你一定要聽從自己內心嘅聲音。究竟你真係需要一段乜嘢嘅關係留喺你身邊呢？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喺 Collective 你內心入邊，其實你係想一段值得你付出嘅關係，並唔係一段可能係兒戲嘅關係。Collective 同埋點解 Divine 係希望 Collective 你係真正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呢？因為我會感覺到係佢想你去了解自己。因為可能好多時候就係所講係點解你會我覺得不論係唔係 Collective 都好，可能好多人就係好多時候會埋怨係點解咁多段嘅關係最終都會出現翻同一個結果嘅原因，就係 Collective 你嘅選擇嘅問題，並唔係對方嘅問題，而係我會感覺到係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好好去療癒自己，了解一下自己其實你需要一段乜嘢嘅關係，唔好再重蹈覆轍啦。喺將來嘅關係入邊，即係可能係譬如當你缺乏安全感嘅時候，你永遠希望能夠從對方身上面得到安全感，而對方永遠係俾唔到你之下，可能就會影響到你嘅內耗嘅情況咯。情緒失衡啦，能量失衡呢個情況，而當你 keep 住係每一段關係你都咁樣去處理嘅時候，就係你永遠只會最終係得到同一個結果。所以 Divine 係希望 Collective 你真正學懂點樣去愛自己，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你先至能夠扭轉呢個
情況係你永遠唔會喺每一段感情裏邊得到同一個結果。而當然我會感覺到就係當 collective 你學懂好好去愛自己，好好去療癒自己嘅時候，其實係唔單止係能夠令你揾到一段最真摯嘅感情，而係你更加能夠去面對自己嘅人生，更加能夠面對自己嘅內在。究竟你嘅需要係啲乜嘢？唔係對方需要啲乜嘢。Let's say 係可能 collective 你係一個永遠係 overgive 嘅人，而對方你每揾親一個情人一段感情裏邊，對方都係 overtake 嘅人，而你覺得當你喺每一段關係嘅時候，你覺得係理所當然，但係並唔係咯。喺一段最真摯嘅感情入邊嘅時候，永遠係 equal give and take。所以就係 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今日 Divine 真係希望你能夠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唔好因為覺得寂寞、覺得凍而去揾一個水泡喺你身邊，你會覺得咁樣係能夠療癒到你咯。並唔係，好多時候一個人係喺一個療癒嘅過程裏邊係需要自己靜落嚟，好好去面對自己內在嘅可能你一啲嘅原生家庭嘅問題啦，又或者一啲童年創傷，呢個係需要你自己去主動去療癒。你並唔能夠從你身邊嘅任何人身上能夠去療癒到你嘅呢啲問題，因為可能好多人係根本上連真正去面對自己嘅勇氣都冇。OK，所以 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Divine係希望你能夠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嘅，一步一步嚟，唔好心急，因為療癒並唔係一時三刻嘅事情，但係最重要嘅係你一定要學懂點樣去面對自己，面對真正嘅自己，而唔會再重蹈覆轍地永遠任何嘅關係係同一個結果收場。因為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係處於一段三角關係，可能並唔係第一次。OK， 所以 collective 加油，因為今日排第嘅能量係 lover， 你一定會揾到一個你值得嘅人。OK，see you next time，bye。